我相信你。我此番施救，已是九死一生。纵然侥幸活下来，太皇太后也会处死我。到时候，我再也没有能力保护一欢了。玄烨，答应我，好好保护一欢。如果有一天你对他变心了，也请你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走了。好，朕答应你。那好，我现在可以放心的施救了。来人，打开他的镣铐。皇上，此人武功极高，若打开他的镣铐，恐怕会危及到皇上圣安，还是请皇上先行离开。能让你如此谨慎，我朱慈轩虽败犹荣。朕不受你的计较，朕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相信你对一欢的感情。马上打开镣铐，不得有误。这。虽然你心里已经没有我这个朱哥哥，但我仍然愿意为你而死。我死了，朱明联盟就不存在了，所有人也不必再活得那么辛苦。你想让全天下老百姓都免于战祸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出去吧，不要妨碍我为他疗伤。皇上吉祥。凭什么？怎么样？查到了一些什么？回皇上，奴才去内务府调查了当日那几个执勤侍卫的档案，摘录在此。皇上。可有什么发现？朕心里有数了。此事暂且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声张。奴才遵旨。都1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皇上，你看起来也很担心一欢呢。回皇上的话，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同朱慈轩、李一欢这些反贼一同长大，多少是有些情谊的。但是这些情谊，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你懂得轻重，很好。花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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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担心，他已经没事了。
这就是那罪证。你放心吧，朕绝不会放过伤害易欢的凶手。好，我放心了。轩逸，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反正我也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我还有一件事求你。说吧，朕一定会帮你做的。等他醒来，永远不要告诉他，是我救了他。为什么？其实欢妹心里对我未尝没有情意。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和他会是一对神仙眷侣。不过，既然他最终选择的人是你，我又何必让他难过，让他纠结？你现在明白了，我不仅才智不输于你，我对易欢的爱更远胜于你。怎么样？他已经内力全无，变成一个废人了。宣太医，务必用最好的伤药保住他的性命。这……这朱慈轩肯舍命救这李玉欢，那是他们自己的情分，可不是看在你皇上的恩情上。与公与私，与情与理，他们都是皇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呢。皇上，你却心软了。皇祖母，孙儿不是心软，孙儿就是觉得吧，眼下朱慈轩已经是一个废人，这杀与不杀，都已经无碍大局了。我们可以像捐进鳌拜一样，把他给捐进起来。只要他不死，这朱明联盟的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也就不会轻易闹事了呀。哀家跟皇上想的不同，他是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只要他还活着，哪怕是他是一个废人，那他也是这反清联盟的一面旗帜。只有杀了他，彻底断了那些乱党分子的念想，方是上策。皇上，你是仁人之心，菩萨心肠，你是担心呐，杀了朱慈轩，这李易欢会跟你翻脸，那这个恶人就由哀家来做吧。皇祖母，皇上，别的事，哀家都可以任由皇上任公独裁，连你要把这李易欢留在永乐斋，哀家都随你。但你要知道，这已是哀家的最后的底线了。再过6日，必须把这朱慈轩押往菜市口，明正典刑，永绝后患。皇上，这朱慈轩要是死了，只怕易欢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皇上。朕现在也正为这个烦恼。老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请皇上体恤奴才，千万别说这个办法是奴才说的，要是太皇太后知道了，饶不了奴才。你放心吧，朕身边也没几个会办事、能办事的人才。再说了，从小就是你伺候朕长大的，没了你，朕也会不习惯。多谢皇上体恤。其实奴才这个办法挺简单的，4个字：李代桃僵。您还是把药喝了吧，否则皇上会砍了奴婢的头的。哎呀，是啊，您快喝了吧。皇上又不是暴君，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啊？没事没事，拿下去吧。皇儿，这句话说得好，朕喜欢听。皇上吉祥。把药给我，你们都退下吧。是。皇儿，来吧。我都说了，我已经好了，你别再给我喝这些苦了吧唧的东西了，行吗？你要是想知道你朱哥哥的消息，那就把这碗药给喝了。你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也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太皇太后不肯赦免朱思轩。那你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对不对，龙小弟？你看，我都没有骗你，你也不会骗我的，是吧？朕是不会骗你，但是朕不能明着和太皇太后还有一帮支持太皇太后的文武大臣们对着干。所以呢，朕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找一个死囚，易容成朱思轩，把他送到菜市口，明正典刑。这样的话，朕就可以塞住太皇太后还有重臣的口。朕在暗中找个机会，把真的朱思轩给放了。谢谢你，龙小弟，你果然是言而有信的好皇帝。你呀，你先别急着给朕戴高帽。朕这么做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一辈子都在这宫里，永远陪着朕。其实，我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真的能放得住哥哥，那我就留在宫里陪你一辈子。不过，我只能做你的红颜知己，不能做你的嫔妃。不是，那怎么行呢？那朕每日放一盘烤鸭在你面前，只许你看，不许你吃，那算什么呀？龙小弟，我心里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对你是情爱，对朱哥哥是情义，我对你有愧疚，同时对朱哥哥也有愧疚，我心里放不下你，但是又不能太对不起朱哥哥。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好，从此以后我不再吃美食，不再吃烤鸭，你每日只需要给我一些清粥小菜，不让我饿死便足矣了。